南2位警员追捕通缉犯，互对方来杀害，顺即死亡。这个凶手是外野家家的盗犯。顺即个远景多名成的二姐，昨是当着立法院长游锡堃的面，痛哭表骂，讲明德外野家家的顶局长对上来欺骗，对下来隐瞒。讲法务部长甲矫正署长每一步拢是咧践踏受害家属的心。法务部长蔡清祥今仔日表示，会来追究这件人犯逃脱的事件。即摆先甲明德外野家家的顶局长杜聪等调离开现职，等待调查。而且嘛修改着相关的规定，未来人犯只要逃脱超过2点钟，监所就要通报告发，依法直接抓人，也则是发布通缉。来。警方抓到杀害2个警察的姓林的嫌犯，对照法院讲，伊是明德外野家家的盗犯。矫正署却是讲，伊是休假无转去，家属讲，顶局长欺上瞒下。你的欺上瞒下，就因为你是政务官吗？就为了你宝贵的仕途吗？法务部长、矫正署长，你们所作所为，每一步都在践踏每一个受害遗族的心，你们知道吗？死者家属骂法务部矫正署是抄大受害伪装，法务部长出面回应讲，调查期间，这个顶局长调离现职。明德外役监典狱长要调离现职，静候调查。所有的监所一发生脱逃的事件在2个小时内要报请检察机关发布通缉。依照目前的规定，只要法监执行2个月，还是刑责7年以下受刑人，加刑责7年以上，要无表现真好，还是讲受刑人伫各种表现真好，有悔悟之心，就会使参加遴选。外界质疑讲，这个标准敢袂伤低？这就是遴选标准，必须要做通盘性的检讨。有关重大暴力罪犯定义是啥物？哪里有偌侪人必须离开外野的家屋？法务部长讲会开会讨论，拟定标准，赶紧执行。法务部在案发之后所做的很多的检讨，绝对不是轻飘飘的，都是立即有效的作为。台南杀警案点出外野家屋的争议，嘛发现讲管理上的疏失，每一部分都有可能变成致命原因。相关的单位应该好好检讨和改进，才袂好悲剧搁发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